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紫月妖君，过来，给本君按按头。这声音也不像他。你这小侍婢，怎么还不过来？小侍婢，若是讨本神君欢喜，本君允许你留在紫月泉服侍。神君，神君，我这手法怎么样啊？尚可，继续。神君常居这玄金宫，可曾游历过三界啊？自然。那神君可曾游历过瞭望山？是你？怎么，见到你的心上人，不欢喜吗？本君还以为你喜欢本君这套呢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来玄金宫，不就是为了见我吗？此扇是紫月妖君之物，你为何要去瞭望山竹屋？你认识薄玄？圣果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妖君请自重。你怕是酒喝多了，认错人了吧？我是后池，不是什么上古。你明明就是……放开我！快放手！圣果，后池到哪儿去了？难道在这儿？何人擅闯紫月泉清地？小君乃三元二殿下请入宫的医师楠木，随时入宫为小离诊治。白，你认得本君？难道他不认识我？神尊说他在水晶中瞧见了白绝，可这人周身并无神迹，或许不是他。但他万一故意隐藏神力，我就这样干杵着，会不会失了礼数？我是行礼还是不行礼啊？可这么弱的灵力，切莫！